苗族支系那么多，有一支苗族却说着瑶族语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在海南岛生活着8万多苗族人，他们自称金门或金地门，身份证上是苗族，却说着和瑶族一样的语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海南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中的瑶语支。历史上苗瑶本来就是一家，三苗之后开始南迁，才产生了语言的分化。苗族迁徙海南岛始于明嘉靖年间，最早是从广西等地作为士兵被征调到海南。撤防后，一些苗族士兵落籍海南，也有一部分因谋生而移居海南，至今已经有400多年。海南苗族妇女头顶束发，包刺绣风巾，穿开襟长衣加蜡染裙，颜色以蓝、黑、紫为主色调，工艺精湛，花纹丰富。虽然语言不同，海南苗族和很多国内苗族一样，都信仰祖先，万物有灵，敬奉盘王。每年的2月2和6月6，他们都会过节祭拜，吃花米饭。特色的招龙舞、盘黄舞都会让你在古老民族文化和热带风情的强烈碰撞中，感受文化多样衍生的魅力。这就是海南苗族。我是九妹小美，带你开启民族的百花园。